主，我哋上帝感谢你，互阮即个美好的时刻，阮通专心伫你面前。主，阮每一遍进入到圣殿，拢搁伫提醒阮，阮是你所创造的，阮是你的百姓。我要安怎追求亲近真道，领受祝福？主，我每一遍，因为有即款的警醒，阮就知主你伫每一个时刻，通过阮的敬拜，通过吟诗祈祷，主你拢在对阮讲话，愿圣神伫阮中间来显明主你的真道。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有读两位的圣经节，头一位是《使徒行传》11章4章11节到12节。这段经文咱只敢若抓这个11甲12啦吼。事实这段就是《使徒行传》伫记载着彼得甲这个学生门徒，因为因得到圣神的充满，伫耶路撒冷来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有几啊千人来信主。伫迄个时阵呢，哇，引起犹太人的这个会堂以及这个公会，哇，真紧张所以就带彼得、约翰去审问，讲恁是安怎伫煽动百姓吼讲的遐话拢毋是照旧约圣经所讲的安尼伫迄个所在，彼得才应答因即两句话。伊应答讲：阮所信的主耶稣，伊是圣经所讲，恁才会起厝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伊咧讲起耶稣基督受犹太人才会领袖伫遐来迫害，来钉十字架，总是伊才是正上帝的囝，伊是上重要基石。然后用这句话来做伊的一个安尼回应，伊讲耶稣以外拢无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上帝无赐别个名，互咱可以来得救。也因为这款的宣告，彼得甲这门徒就开始伊领受圣神了伊宣告的时间。虽然受尽分别，受尽一切的条件，但是圣神的规律甲因伫地，因愈受阻挡，因就愈要讲。无论是境遇好歹，无论得时不得时，因就是到处来讲起因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承接着这个门徒的这份的保罗，伊伫哥罗西书，伊直接明确来表达出伊对上帝所领受到这个职分，就是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1章27节讲，上帝要互因知影，因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哪尼丰富佮荣耀。这个奥秘就是基督伫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基督伫咱内面，互咱充满着上帝荣耀的愿望所以保罗因为伊领受到这款的调明，所以伊的态度是安怎？伊讲，所以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对所有的人，任何有可能、任何会当接触的人，拢是伊宣告的。伊要对众人宣扬基督，无论是好歹，无论是地位关系，无论是可爱无可爱，拢是伊所听上帝百姓。所以伊讲用特款的智慧，什么意思呢？特款的智慧就是你要用表演也会使，要用讲故事嘛会使，要用演戏的嘛会使。来咱台湾来讲要演歌戏要演布袋戏，这拢是特款的智慧啦。为着要什么？为着要来劝解甲事情啦，用尽各种的办法，就像保罗伊家己嘛宣告讲我对犹太人我就讲做犹太人，对外邦人我就讲做外邦人。什么意思？就是伊知影迄个心中的真理，伫伊的心中，伊就用尽各种的方式。比如咱对细囝，你就无用迄理论来甲伊讲，你就讲一寡安尼故事互听。对你较无受教育的遐兄弟，你用迄种足浅显的这世间的这人情世事来理解所以这就是保罗伊的态度。我对所有的人，第二用各项的智慧
然后安那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叫做成熟的人献互上帝。为着这款的吊命，保罗历尽艰苦，伫地中海走来走去，伫迄个陆路安尼行来行去，就是为着要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互因，要造就这个成熟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然后互因来奉献互上帝安尼。所以保罗伊这款的宣告讲，为着这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尽力地打拼。意思是，伊就是亲像彼得，因领受圣神的能力了后，因毋是靠家己人讲血气的勇，也是家己知识的外把，是因为因有圣神伫因中间，所以基督内面运作的能力就是圣神的能力。伊讲我尽力地打拼，有迄个意愿。但是加上圣神的同在，所以伊逐位去传福音，受尽鞭拍、关监，甚至死的危险，因拢无退。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牧师常常伫讲台中一直在邀请咱，对伫一个安尼传统的基督徒，对伫一个伫教会聚会，感觉讲安尼领受到真水、真好的迄个基督徒的。兄弟姊妹集体交通，也是讲兄弟和睦徛起是河顶的水，这款的美好。若是安尼，是咱来行出去，踏出去这个社区，踏出去教会的大门，咱受调就是要宣扬真道。这个态度无管你是资深的基督徒，还是打初信的会友，你拢领受到这款的呼召。所以基督徒受呼召来传扬真道，这是对伫初代教会到现今迄个动力，到今仔日无变。2000年的中间，无有任何一个神学家，也是任何一个基督教的领袖，甲咱讲这毋免，咱就干那到教会来快快乐乐就好，剩的无咱的代志，无人安尼敢讲，是呢，这所有的。第一个呼召就是你受装备，你来伫教会领受祝福，就是爱将这个福音传去。这是咱基督徒上重要一个态度。所以咱受宣扬真道，咱才看见到这两节圣经节，过来重复讲。彼得讲，耶稣以外拢无拯救，因为伫天的人间，上帝无赐别的名来通靠伊来得救。意思是。耶稣以外无拯救，那是确实，那是伫你的信仰的一个基础。遐个也无靠耶稣的人要安怎？遐个也毋捌耶稣的人要安怎？敢毋是伫你的心中知影讲，我都爱用尽办法，互伊知影爱靠耶稣，才通行入这条得救的道路。也亲像咱拄则读的经节，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用各项的智慧来劝诫众人，为着要互因诚侪。宝贵的礼物、成熟的礼物来献予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对认同这个理念，咱就能知影，咱来学习啦。咱来学习，用尽各种的方法，用尽各种的智慧。除了你比彼得较巧，你除了比保罗较勇，若无，咱敢毋免学习。所以基督徒受基督的大使命呼召来传福音，所以咱就爱学习啦，毋是干那讲就凭着一份热情，招人来信主，有时咱迄个手路无好，迄个讲话方式无好，也是咱会招呼的方式无好，你决定到，互你的朋友、互你的亲情，也是互你家内的人，也是你的同事，感觉讲对你无甚物好感，因为好亲像你凭着一群的一股的热情，毋过无够遐的柔软，也是无够遐的迄个艺术甲逻辑。所以牧师今仔日要照着这个主题来甲咱分享讲，用什么方式来对未信者无道友来讲述真道，是有迄个理路的，有迄个效果的，有迄个
引起共鸣的，安尼你传福音，你有一个确信，你有一个练习，而且你有一个自信，然后你讲了，你会感觉讲愈讲愈熟，愈讲愈有心得，你会感觉讲，互人听会入耳安尼。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照着这个主题，甲咱三个分享的。因为福音的讲述，互无道友来接受真道，这是一个上根本的办法。因为你会当伫生活中，甲这个人来接触安尼。咱若是信主久久的兄弟，你拢伫你过这个历年的过程中间，咱发现讲有真多迄个福音讲述的功夫啦，拢咧使用。可能牧师介绍这几项，有可能你听到讲这我捌接触过，我嘛捌用过。这就是咱一直咧研发，就是亲像保罗讲的，讲我要用尽各种的智慧，用上简单，互人容易记，会明白的方法。这就是咱所讲这个福音讲述功夫的演进。毋知兄弟你捌接触过几项？头一项有捌听过无字天书无？无字天书毋知捌听过？就是有人用迄种小小的卡片，有5种色的啦，就是亲像这个字幕内底写的，有金色的，有乌色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绿色的，内底无半字啦。但是你家己知影，你互这个无道友你的朋友讲，来你看这个金色，你会想到啥货安尼？然后再用这个来讲福音就对啦。像有金色，会去想到讲黄金，想到迄个高贵，想到迄个祝福。乌是啥物？乌是讲到人的黑暗较多，红色是想到啥物？想到耶稣基督的保护安尼。白色是啥物呢？白色就是讲起到人免伫主的内面享受到迄个洁净无罪圣洁。迄个绿色就是亲像花草，亲像这个树木佮重新来成长。所以用这个色来引起这个无道友来认捌安尼。这有一套牧师是简单介绍呢，是有一套讲述的方法啦。检采伫你的报道训练，你捌接触过安尼。第二项呢，第二项是速率，毋知你搁较接听过像咱进前这40-50档有发展一套真风行的这个福音的讲述的小册，就是速率。速率就是4段甲你解释，你来对无道友来讲这个福音。第一律就是讲上帝听你，第二律人有罪所以甲上帝隔绝去第三律是耶稣才是唯一的救法。然后第四律讲，你若接受耶稣做救主，你就有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用这4段互人开始产生一个感动。这速率印足侪种的册啦印足侪种的册伫遐互人看见讲，伫你身躯早一本小册，会当甲人传福音，互人知影，互人认捌安尼。这拢是伫网络内底也好，也是讲伫咱小册内底拢有即款的介绍第三种叫做福音桥，应该有哪有兄弟看过？你若无读过内容，你嘛看过即个图啦。其实福音桥甲速率嘛类似啦，拢是咧甲人用图画，互人知影讲你是上帝所创造，上帝听你。但是安怎即阵你无快乐咧，无平安咧，是因为你甲即个你有拄着世间所有人犯的罪，有甲上帝隔绝。用即个福音桥来甲人传播安尼。这也是一个。过来第4种就是咱定定咧分享的上即款祝福啦，3步5祝福安尼。咱常常伫祈祷中用这3步5祝福来祝福人安尼。第5种就是5经枕头嘛会当甲人介绍福音5经枕头这大姑母是上权之伟大的上帝。咱的迄个第2载就是罪人，第三载是耶稣基督。会是一个无名字，就是你家己无开力。伊咱知影讲，即个无名字上无力啦你若小可一个姿势，你的无名字出袂出来。世纪尾正就是婴儿教会牧养用即个5经枕头就会当甲咱的无道友讲道就对啦当然，这个拢是咱使用的办法。
检测你捌用过，嘛真有成功吼。当即款的报道法，拢一直咧演进，慢慢咱研制出一种的福音的讲述的办法，就是讲，你先营造一个气氛，因为你突然间去街头嘛是真好啊，人要听你讲就好，啊唔听你家己若袂歹势，你就做你讲，啊若10个有一个要听，啊嘛是袂歹。我会记得我顶摆有讲，我骑奥多摆经过咱即个中华路口，有人就是举一个喇叭吼，伫咧报送，摕几个牌共报讲耶稣基督是救主，就遮个人停红灯奥多摆，就听几句算几句，真正是迄个精神足可感就对啦吼。但咱即马毋是干那讲精神勇敢那定，咱得讲究策略甲办法。所以事实下面牧师要分享的这种，亲像一个架构吼，像一个骨啦。互咱会友知影讲，我若要共传福音，用什么方法会当进入这个讲述？那是互伊安静落来，制造迄个环境甲气氛。这就是咱现在幸福小组咧做的办法。咱毋通误解讲幸福小组是一个流行的现在一个活动闹热爽爽的过就好啊，毋是，迄拢是拄则牧师介绍即几项的福音讲述的演进，若讲进阶版。进阶版就是毋是你伫街路凊彩去找一个人就要讲，是营造一个温暖的气氛，一个亲和的气氛，一个互人感觉讲心会当放乐无重担快乐轻松，然后由你来甲伊讲，若是我招你来，我要互你享受到一个新重要、迄个宝贵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别位找无的。他有即几项牧师来做介绍吼，牧师来做介绍。那第一项，咱要引起伊的兴趣，引起伊的好奇，引起伊的共鸣，先甲伊问讲：你感觉人生上真正的幸福是甚物啦？吼，人生上真正的幸福，当然大家都足侪话人讲伫迄种气氛内面，伊一定会开始想，到底你是要讲啥话就对啦吼，到底是要讲啥话？当进入到迄个主题了，就是咧讲起着世间人拢咧追求什么幸福？大概所有人拢认同，第一，金钱物质的丰富。哇，然后这个物件这就是幸福，这是一般人的观念所以大家拢知影。生活的重心，趁钱啦，趁大钱就是好的工课啦，吼。事业有成啦，经济真富裕啦，享受这名车、豪宅、过奢侈的生活，这无人反对，人咧拢追求嘛。第二，有名声地位，哇，非常的受人尊敬，这嘛是一般的人咧追求的。第三，更较实际就是，我希望我的婚姻甲我的家庭是非常的美满。这大概。你对人讲这话，无人会甲你排斥，讲你咧讲啥，我听无啦。意思讲，互伊进入到你的逻辑内底，进入到你要讲的后壁的话题内底。然后第二个问题，你要开始问，结果是甚物？大家拢要追求这，你我拢有啊。但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甚物？就是检测伊有意义啦。毋过你会当甲伊讲。讲是毋是大部分人拢有即款的结论？第一，大多数人达袂到即个目的，颠倒是路口。世间人为着这个事堆找多无憔悴，追求袂到，达袂到目标，心灵愈艰苦。因为你会比较，你会感觉讲我遐拍拼，是安那赚的钱比人较少，偏偏伫咧考试。是安那伊有法度人考遐悬，我考袂着。偏偏伫社会咧竞争，是安那伊有遐侪的门路我无，所以你就开始陷入伫比较挑战。所以达袂到才会劳苦嘛，会忧愁嘛。但是第二项是达到了后，达到目标，你嘛感觉真空虚，因为人会陷入伫比较的陷阱内底，你有一只好车，别人比你较好，500万的走入600万的
的头前，你就感觉啊，事足多。迄款比较的内面，你永远无拄着快乐。啊，有时感觉到别人看袂起，啊，家己也看袂起家己。所以人会伫陷入即个空虚内底。那假使讲物质的丰盛、名声地位悬，吼，也是讲种种世间的好处拢伫你。啊，那安尼是毋是？遐有钱人、好业人，拢是幸福的家庭。遐名车、遐影车，因的确是安尼天天快乐，但是都毋是啊。所以对无对分享这个话了，伊的确真认同你所讲的，然后进入到即款的劳苦空虚啊，所以是因为大家拢伫劳苦动荡、甲无平安的环境内面啦，无平安的环境。啊，这是咱要引起伊的一个好奇，也要对这个无道友知影讲啊，你实在爱来消罪，你是毋是有伫这个途径的中间在对找啦？然后引入去第三个主题，就是讲，那什么款才是真正的幸福？到底什么款是真正幸福？既然名声地位、金钱，人永远是忧愁、空虚，啊，所以人生的真正幸福，毋是干那物质啊，定。伊就开始知影讲，哦，有影咧，即个我看我边仔的人吼，也是新闻报纸拢讲遮个，那干那靠物质，安尼比较咧，咱永远拢比人袂着啊。啊，所以毋是干那物质才会互人满足。第二，到底是安怎？开始引起伊了解。真正造成无幸福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开始进入到迄个真理的展出，然后咱来对这个无队友分享讲，若是安尼，即款无通满足、追求世间的财富无法通完成，若是安尼，咱就要转去到迄个源头，转去到咱生命的源头，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啊，所以伫遮咱也通知影讲，兄弟姊妹，咱有时有个人听到幸福小组，拢会有一种的讲啊，好像就暂时咧流行。其实幸福这两字，毋是粗俗的话，得甲人要甲人欺骗，毋是啦。事实就是对你有幸福无？对这两字来去进入到生命的深处。所以幸福小组毋是人凊彩好啦，事实有伊的原因，有伊的逻辑，有伊的结构伫咧，吼。啊，所以当咱若较了解，你就知影讲啊，咱毋是要讲互这已经捌上帝人听，是要互人对这来引起伊的好奇、伊的思考、伊的认捌。啊，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啊，开始讲了后，互伊知影讲，哪会当转去到伫即个生命的源头。啊，咱检测有的人伊用迄个较感性的话，我只能讲。我即只机器、即只电器、即只车，还是即只电脑，开始发生无好势、运作袂顺遂的时阵，讲啊，你都爱送去原厂就对啦。你爱转去原厂，啊，搁互伊检查一下，到底什么所在出问题？啊，生命的原厂是倒位？伫咱的主耶稣。啊，所以你就进入到这个逻辑，互伊啊，这毋是牧师讲的迄几项尔，这是一个骨尔吼。啊，讲足侪例，讲足侪咱生活中拄会到的故事，伊嘛知影的故事。啊，所以当伊有认同，伊开始思想的时阵，第二项咱来甲伊讲，先来安尼，就是发现了这个生命的真相，发现了生命的真相，这生命的真相。就是讲，咱人活伫这个世间，有真多是活伫迄个谎言白贼话中间。伫咱迄认知内底有真多，互咱无法度人了解的真理。第一，就是人类原来是上帝所创造美好的，但是咱现在活伫困苦的中间。啊，这可能大家人拢会当认同，因为世界愈来愈进步，所以人类愈来愈艰苦。咱活伫现在这个21世纪迄个
高度的这电脑化 AI 的环境，我想讲兄弟，你得较跟我有同款的感想。即马足侪电脑的物件会当解决你生活足侪代志，对吧？即马连食物件吼，都让这个 Uber 会通送到恁兜。但是你来比较讲，较早咱伫庄骹，逐项拢无方便，要食一喙烧水，就搁香火。你感觉迄阵较快乐，还是即阵较快乐？现在遐尼方便的世界，咱感觉到真侪会着活，因为迄人的心袂当靠这来解决。啊，若无你要找资料，毋免去拼册啊，电脑一个字，逐项拢甲你讲便便。应该是现在的人吼，足勤苦呢，一日困8点钟，困饱饱，因为逐项拢电脑 AI 甲你处理好啊。迄是因为人活得愈进步，但是你的心并无对伊来得到安静。啊，所以对这个目标开始讲起着这样事，伊嘛会当理解，因为伊甲你共款伫这个社会中啦。第二是安怎会安尼？开始讲真相，迄个真相出来是啥物？世界的背后是魔鬼的破坏，毋是人雕工要安尼，是迄个后壁的势力在侵害咱。啊，所以开始引入去迄个了解生命的真相。啊，魔鬼的开力，因为世间人拢活伫罪的关系的下面来做奴仆。啊，人的心中的罪的本性是共款的。咱来讲起讲，人有自私、有贪心、有竞争、嫉妒、有怨恨。啊，所以咱人举起真侪咧，互伊知影，即个社会。那确实真正靠金钱财宝会通好，互人幸福。啊，是为何真侪好野人，伊过身的时阵吼，伊的囝儿孙为着要争财产，较早是囥伫棺木内底，囥伫大厅无爱做，是伊要这囝孙要争财产，争甲有一个清楚。啊，好野人煞袂当安心落葬，你敢知？顶日有一篇新闻嘛咧讲起，就讲好野人吼，行到世间的尾路上艰苦。因安怎呢？囝儿4岁，知影即个是大人吼，已经进入病院，医生讲你来准备心吗？普通才会囝孙讲，医生拜托诶，世间上好的药啊，机器拢甲我传出来，互伊毋通死，安尼。啊，较劳苦，拢无法度，因为财产也分袂好，袂使死安尼。啊，有迄个大将军嘛是倒伫病床安尼拖磨，因为这个囝孙吼靠因老爸的终身俸，一个月能领几啊10万，啊，所以若死就无啊咧。所以拜托个吼，夫妻是继续互吸。啊，所以意思讲好野人吼，行尾路足歹行就对啦。啊，这敢毋是事实？这社会故事是真多。啊，是安怎？好野人应该幸福才对咧。所以伊讲，这就是世间人拢活伫做关系、做奴仆。啊，这是咱所都要面对的。过来，你当引起这个无对讲有影，咱世间嘛是足侪人咧追求啊，追求解决苦难的办法。啊，所以到底什么方式较多？咱社会拢安尼啦。第一，求神拜佛，算命解运。祈求神明保佑，怀疑就知影讲有影就对啊。一般社会啊，这假日吼，迄庙寺香火偌旺的，你敢知影？大家小姐去咧拜啊，互伊听了伊了解啊。第二，咱讲是安那人要拜偶像，毋是只干那所谓迷信，也是心肝空虚那点。那点出迄个真相，迄叫做白贼的话，要甲点出来。就是圣经内底约翰福音10章10节讲，贼来无毋是要偷、要杀、要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我丰盛。原来迄个贼就是偷摕咱生命的幸福的贼，就是魔鬼。啊，所以去拜偶像，人的手所做的，事实是后壁迄个邪灵的势力在控制。啊，所以当你甲点出这个了，伊才知影讲哦，啊，我都拜这个啊，咱
伫华人的历史中间，拢是遐个安尼忠义，也是讲遐个忠心的遮个心骨啊，伊也无啥物歹，也是安那败袂煞的。事实，这就是一个关键甲奥秘啦。因为烧香跪拜是代表你幸福，然后迄个黑暗的关系就照着即身神骨。原来即个神骨是无啥物功能的啦。啊，都人刻的嘛，对毋对？啊，这个圣经嘛有讲啊，讲人用茶啊刻落去一仙骨，啊你甲拜，迄个拜迄些本身无功能，是后壁魔鬼的势力伫遐咧控制。伊互你拜即仙神骨，然后伊控制你的心灵，讲这叫做引龙入室啦。啊，咱台湾话讲引鬼入体啦，引鬼入体。你原来无代志好好，啊你招一个恶鬼入去你的家，啊，所以互人知影讲啊，原来无幸福，毋是我无认真，无幸福毋是我无拍拼，是因为我拜着假神，我互伊控制。啊，这假神是安那，人遐侪人要拜，因为伊暂时会得到某一种的利益啊。但是到最后，虽然世间的物质丰盛，但是你看足侪。遐个富二代，遐个好野人的子孙开跑车，啊去弄啊外国饲出，啊伊拢目睭无一年，伊感觉迄个换只新的就好啊。子儿孙败坏着家产，这是真侪故事所咧讲的。啊，所以互人引起即款的迄个严肃来面对家己的生命。兄弟姊妹，伫这时阵，咱对这个无题讲到这个时阵。咱才开始引入到，那若是安尼，什么是正讲你要追求的？上帝是万物的主宰，生命的源头。所以每一个主题都有三条啦，三个架构，啊一段一段开始讲。啊，所以当你若了解这个话题，啊然后对人讲述这个福音，伊听了会感觉讲较清楚、较了解。第一，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准备的救恩。第二，只有这个十字架会开力，才能赢过迄个黑暗的关系，也斩断遐个黑暗势力的束缚。咱嘛定定听到社会有真侪人为着要求名声、求地位，迄个电影明星为着要互伊安尼一直保持安尼足称的安尼，啊，就去拜遐个鬼神，然后互伊束缚掉的，到最后，若毋是败坏，就是性命差点就要无去。所以，咱互伊知影讲，追求暂时的这福气是一个短暂的，真正的稳定甲祝福是对耶稣基督来。啊，所以咱要伫耶稣基督内面享受生命的丰盛。啊，咱讲到这，就是讲，好像咱分几啊段，第一段甲伊讲，人生拢要追求幸福，啊，逐个人拢安尼，啊，到底有影无？第二，咱甲伊讲，是安那人追求幸福，到最后得袂到，互伊知影讲，原来迄个真相就是魔鬼的势力。第三，咱才甲伊分享讲，若是安尼，要得到真正生命的丰盛、平安甲幸福，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第一。现在世间人需要救恩，因为咱拢是罪人，大家人拢活伫迄个艰难、罪恶、困苦、束缚下面。罗马书3章20-30讲，因为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是罪呢？罪就是自私、怨恨、贪心的本性。所以，伫上帝目睭中的罪，是对内心的动机所发生的。意思是，当你咧甲一个无队友讲罪吼，互伊了解讲，即个罪毋是咱所讲的都伫法律上的罪，偷窃啦、抢劫啦、杀人，这固然是罪，但是真正一般的人，拢好好，我都做一个好公民，哪有啥物罪咧？迄个罪是对心中迄个本性所来。啊，互伊知影讲啊，有影，你讲的罪吼，我嘛有同意呢，无缘无故发脾气啊。翁仔某我定定为着小代志冤家啊，啊，甲人比较啊，心情足歹啊，
所以每一个人拢是罪人，会当互伊慢慢去了解。啥来安尼？毋是你调工的啦，是因为伫魔鬼的关系下面，咱是罪的奴仆，拢可以白死的啊！而且更加严重的是，最后每一个人拢要面对审判，因为这罪带来死，带来刑罚，带来生命的败坏。所以当咱对这个无题分享了后，你通甲伊讲若安尼，一般的人要追求得救有甚物办法啊？这嘛是一般的人、社会人所讲的吼。咱甲伊讲出，这个人咧做都伊嘛是咧安尼啊，咱会讲无，咱无咧追求咱会当甲伊做某一方面的解释啦吼。但以弗所书2章第8节到第9节讲，咱的得救是本伫恩，也是因着信，毋是出于家己，是上帝所赐的，毋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咱用圣经节来支持咱所讲的。表示讲有人要做假的啦，但是若照圣经以弗所书讲的，讲人靠家己，毋是会当真正得到，是对上帝恩典，互人对要求功德、积善也是讲对家己的修为，或者是去拜着假神，拢是咱感觉讲有努力，真是无功效的。什么是功德呢？就是讲你要累积你的功德较大于迄个业障，你毋才会得到。但是什么人有气力通讲我甲我所做的遐个功劳功德会当赢过我所做遐个罪呢？无人敢保证。功德的即个错误是在于什么？就好像就讲债主。你欠伊的钱，要怎叫你还？你无用同款的价值还，人讲你欠我100万，你摕一只歹车要来还我，送要甲你抵。所以用迄个功德论要来抵你家己的罪是无可能的。而且行功德、做善事是人的本分，毋是加分的。所以互伊知影讲，做功德是好事啦，但是袂当拄起咱的罪，是你靠家己的行为反省，但是人永远无法度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甚至用假神来代替真神，遐个神不伫迄个所在。所以诗篇16篇的第4节讲，用别的神来退下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拿加添安尼。当咱来分享着一般的人在追求方式了后，最后咱甲伊介绍讲，若是安尼。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拯救。伫遐咱甲伊分享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是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伊是迄个原厂，伊迄个生命的本源。你若来甲伊直接连接，你就会闪开一切世间，才会无幸福，会劳苦甲束缚。第二是因为十字架。这个救赎的原理就是代替，因为一般的无对无了解代替什么意思啦。但咱甲伊讲一寡理由，互伊知，咱就知影讲是安怎耶稣基督要替世间人来死。迄就亲像讲，按照公理，法官要判一个人，伊有罪，法官讲安尼我想要甲你赦免，伊敢会使讲你做你转去，怎无刑罚？你这个世间就无公道啊！是安那？这个人犯罪，咱看见最近足侪法官判遐个胎死父母的吼，竟然无罪，足侪人社会气压咧吼。好像就讲，好像就人的罪都爱用一个刑罚来代替啦。虽然法官足有怜悯心的，讲你不要紧，做你转去，社会就无可能会当认同嘛。但是呢，若开始法官讲你爱罚款30万，我袂通讲叫你唔免罚。那安尼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人替你纳，有人替你纳钱啦。耶稣基督知影世间人的罪，袂当讲安尼一笔勾销，所以伊用伊家己的死来代替。所以这生命拯救是对遮来，迄灵魂的得救是对遮来。
所以咱若是有信、清义，你就会成做上帝的子子。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牧师分享到，当咱咧对无道友传福音的时阵，一个逻辑甲架构。因为时间的关系，事实还有后壁面啦吼，后壁面的宣讲。我真期待兄弟姊妹，这的物件拢伫倒位咧讲。咱若有参加幸福小组，拢知影牧师咧讲啥。牧师拄仔讲的迄3部分，就是3礼拜，3礼拜久，就这个 base 入来伫幸福小组内底，大家做欢喜快乐，然后第一天来甲伊讲起着人咧追求幸福，到底有效啊无效？第二，生命的真相是啥物？第三，即礼拜咱的幸福小组就是要讲起拄则牧师讲的第3点，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答案。我想讲，通常咧讲述即个福音的人哦，拢是咱的这组长啦。但是，若确实每一个会友拢知影要安怎，甲我的朋友、甲我的亲人、甲我的同事讲述即个福音，安尼等于逐个人拢是福长呢，逐个人拢是传福音的歌手啊。就正如保罗所讲的，我用逐项的智慧来对人来分享。后续还佫有几项啦吼，牧师今仔日无用通讲了。后续宣讲就是线接即个结论。你要甲幸福来连线，你要真正幸福，就是要会晓祈祷，会晓甲上帝连结。再来第5项，因为上帝听你，上帝主动要找你。第6，是安怎有迄个开力，是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有得到胜利。你若真正领受耶稣的救恩，你就会当伫生命得到透放，甲真正的自由。然后8礼拜了后。咱家就讲，你有感觉我讲的，你会认同袂？若你认同，我甲你介绍，咱富强教会就是一个咧追求祝福的教会，追求人生真正的幸福的教会。所以这是8个角度，慢慢带人来认捌主。我期待讲，这毋是干那幸福小组的同工会晓讲述，你也了解讲兄弟姊妹。伫你家己生活中间，会当透过这8个阶段，互人认捌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愿咱正人兄弟姊妹，你有一款亲像彼得甲保罗的心，就是我要将福音传互人，用尽各种的办法、各种的智慧，所有的人来宣讲。愿主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伫咱正人。